在中國南方的一片密林深處，有一個幾乎被人遺忘的小山村。村子的東邊，靜靜地矗立着一座破敗的古廟。廟宇早已荒廢，屋頂塌了一半，雜草叢生，石階滿是青苔。然而，每當夜深人靜，總有人說引見廟裏傳嚟低沉的哭聲。老人們警告年輕人：太陽落山前，不要靠近那座廟。一、消失的少年。10多年前，村裏有個膽大的少年，名叫阿強。他最喜歡嘲笑村裏的傳說，常常說：哪有雜魔鬼神？那都是嚇小孩子的。有一天夜裏，他賭氣似的對同伴們說：今天我就進去睡一晚，明早出來讓你們看看。眾人攔不住，他便帶着手電筒和一塊乾糧，推開吱呀作響的廟門走了進去。第二天清晨，村民們只在廟門口發現了他的手電筒，上面旋殘留着血跡，而阿強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二、午夜的鬼聲。多年過去，古廟依舊陰森，村民不敢靠近，唯獨外地來的年輕警察小李不信邪。他聽了故事後冷笑：人怎麼可能憑空消失？我去查一查。某個漆黑的午夜，小李帶着錄音機和手電，獨自走進古廟。剛踏進大殿，他就聞到一股腐朽的氣味，仿佛屍體久未掩埋。風吹過，破碎的窗棂拍打着牆壁，像是在低聲呻吟。突然，一陣哭聲從殿堂深處傳嚟：旋我命，旋我命。那聲音忽遠忽近，像在耳邊，又像從地下傳出。燭台磨風自燃，火焰跳動中，牆上浮現出一張扭曲的人臉。那是一張女人的臉，滿是怨恨與痛苦，嘴唇一張一合，卻沒有聲音。三、隱藏的秘密。小李嚇得後退幾步，腳下卻踩到了一塊蟲洞的地磚。他蹲下去爬開泥土，發現下面埋着一塊已經破裂的木牌，木牌上寫着幾個血紅的字：冤魂未散，夜半索命。小李心頭一緊。這時，廟外的鳳聲突然消失，周圍陷入死一樣的寂靜。他隱約記起村中老人曾說過，這座廟原本供奉的是一位冤死的女子，她被人誣陷，含恨而亡，屍骨就埋在廟下。因為無人為她申冤，她的怨氣越聚越深，直到化為賴鬼，逢夜索命。四、廟門緊閉。小李慌忙轉身想跑出去，卻發現廟門不知何時自己關上了，怎麼推也推不開。錄音機忽然自動啟動，裡面傳來低沉的呼吸聲，接着是一句陰冷的低語：你看見我了，就永遠別想離開。廟堂四周傳來女人的笑聲，時遠時近，像無數個幽魂在耳邊低語。小李額頭冒出冷汗，手中的手電光忽明忽暗，在搖曳的光影中，他看到大殿中央的神像，眼睛竟緩緩轉動，死死盯着他。五、最後的錄音。第二天清晨，幾個村民鼓起勇氣來到廟外，他們只在門口發現了一頂警帽和一台錄音機。錄音機裡反覆回蕩着一個女人的聲音：旋我命，旋我命。聲音越來越近，越來越尖銳，最後夾雜着小李撕心裂肺的慘叫。從此，未人再敢靠近古廟半步。六、至今的傳說。直到今天，村子裡依舊流傳着一個恐怖的說法：如果你在午夜經過那片林子，會聽見女人的哭聲在風中回蕩。有人說，那哭聲會跟隨你，直到你回到家。在你枕邊，依舊有人低語：旋我命。所以，村民們一再告誡後人，千萬不要在深夜靠近那座古廟。